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还搁咧拍，乌克兰即阵是讲因的反攻有进展，已经甲7个砖头摕倒转去。面对即阵是一直无法度实现的和平谈判，即阵罗西亚总统普京是提出谈判的条件，就是要求西方爱停止军援乌克兰。不过，罗西亚家己手多煞是无咧落软，伊的盟友白罗斯就放风声讲，罗西亚提供互因的核武器，最近就会伫咧境内部署好势。乌克兰军方向乌东巴赫姆特攻击罗西亚军方占领的据点。乌克兰公开这段影片讲，拜六礼拜以来反攻的行动有进展，而且已经为罗西亚的手头、甲东部还有南部7个砖仔头夺倒转来。Дякую вам, воїни. Дякую за кожен крок і за кожен метр української землі, яка звільняється від російського зла. 罗西亚总统普京拜二会见战地记者的时阵讲，罗西亚伫这场一个军事行动内底，确实出现军备无够的问题。不过，伊强调讲，乌克兰是比罗西亚损失的加真多。Понятно, что обороняющаяся сторона она меньше несет потерь, но все-таки это соотношение тоже 1 к 10. Ну, что называется, в нашу пользу. У нас в 10 раз меньше, чем потери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Украины. 普京表示，目前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掌握伫西方国家的手头。伊若真正希望透过谈判结束冲突，就要停止供应武器甲装备予乌克兰。另外，罗西亚的盟友白罗斯讲，普京答应伫咧白罗斯境内部署的战略核武，这几工就会到位。这比普京之前讲7月初的时间还佫较早。Россия ни к чему, ребята, не стремится. Поймите вы меня и услышьте. Не в России дело. Я уже где-то говорил. Сначала я просил Путина, потом я настоятельно, по-дружески потребовал. Просил, потребовал оружие. 白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讲，部署核武是伊主动提出的要求，因为未有人甲支持核武的国家开战，伊希望透过这点来阻断外来潜在威胁。外界咧又讲，这武器是属于地道而且威力较细的战术核武，这嘛正做苏联解体以来，罗西亚头一届伫境外部署核武。这个举动引起中国甲美国等等国家的关注，警告唔通用来攻击乌克兰。不过，普京颠倒是讲，美国伫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已经真侪年啊。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根据联合国难民总署预告，目前全世界因为战争内乱有落无厝的人数，已经是有1亿1千万人。根据联合国年度报告，2022年的难民人数是增加1900万人，是有史以来增加上紧的一年。这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就是上界主要的原因。也若是今年的难民人数，到当时已经增加160万啊。上界主要的就是苏丹内乱逃难的百姓，总数量即阵是已经达到1亿1千万人。一寡难民就近倒去附近的国家，受上侪难民的就是土耳其甲伊朗，因拢是收超过300万人。联合国难民署伫当地时间14发布年度报告，指出到2022年年底为止，全球因为战争、迫害、暴力甲侵犯人权而造成的流离失所人口达到1亿840万人，比2021年增加1980万人，是有史以来上大增幅。不过，伫2023年，被迫离开家园的人是更加多。由苏丹政府军甲武装团体快速支援部队爆发内战，联合国难民署估计，到今年5月，全球被迫流离失所人口大约有1亿1千万人。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that flee not to rich countries, but to countries that are either poor or low or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About 76%. 联合国难民署进前讲，到去年10月为止，保守的估计大约有100万人走离开苏丹。有内乱，苏丹可能也衍生出人口贩卖，也是非法的武器，世界拢是这问题。وضع هناك صعب. هسه حاليا ذاته الضرب شغال. ليه هسه حاليا؟ السودان بقت صعب مرة. 联合国伫6个月内已经向各国呼吁，来筹募大约4亿7千万块美金援助苏丹。不过到即阵，敢若得到1%的资金的援助。格兰迪讲，需要更加多国际资源甲责任公平来分担，好这难民会使有尊严回去故乡。另外，联合国难民署也指出，全球46个上界无发达的国家，占全球 GDP 无到1.3%，确实收容20%以上的难民。
为伫黎巴嫩甲叙利亚难民营内底，难民讲有联合国援助金被削减，即阵一个月敢若使摕到大约20块美金，相当614块代票补助，而且只用个支付部分的租金，也毋过伊也有4个囡仔爱饲。Our expectation is that it is going to be difficult in terms of resources. This year, what we're asking for is close to $3.8 billion in terms of all the frameworks that apply to try to help both Lebanese and Syrian. 为此后面召开会议就无资金，目标是112亿美金，也毋过领导事务官员讲，这目标可能无法达成。公视新闻新录配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众议院通过一项 LGBT 的相关法案，要求政府单位、企业、学校加强推动对多元性别族群的理解，当年拢要公布实施的状况。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美国的政治风险公司公布亚洲国家连续对美中竞争问题的态度。新加坡是有56%的受访者支持中国，也若是南韩是有86%挖美国。英国《Times》报道，英国诺丁汉发生无差别杀人事件，有一个查甫人是赛车弄过路人了后，佮压倒甲因扑，造成3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这嫌犯已经抓到。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非洲奈及利亚发生冰船意外。一只在参加婚礼宾客的船，怀疑是因为超载冰船，有300几个人摔落水，其中超过100个人死亡。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延长难民的暂时居留权，因为战争、天灾，希望美国会当庇护的难民会当继续伫咧美国食头路。如果是有33个难民受惠。顶礼拜，哥伦比亚有一项奇迹，就是小飞机载落雨林失踪的4个囡仔，都已经平安去风吹到啊。不过，其中一只参加搜救的狗仔威尔逊却是失踪去。这只威尔逊真有可能是动车时第一个发现囡仔形影的狗仔，所以讲，这阵搜救的人员是继续咧找伊，希望这个大公性会当平安。虽然涉及意外被救带4个囡仔送病了，身体愈来愈好，不过军方也无收队，亚马逊雨林内边也有任务继续伫咧进行，也就是找因的搜救狗威尔逊。Se encontraron en un alto grado de nutrición y de deshidratación. De ahí viene pues el trabajo que hicieron los enfermeros de combate. Posterior a eso, el traslado de los niños hacia la ciudad de Bogotá, donde un equipo interdisciplinario de médicos. 今年6岁威尔逊是一只比利时牧羊狗，涉及意外发生了，当局部署要甲200位军人、关注面的重点专家，要过几轮只搜救狗，去伫飞机残骸4公里附近开始搜索。威尔逊是其中一位，不过因为地形复杂。湿，也有天气歹，威尔逊伫咧搜寻的过程拍无去。当团队找到囡仔时阵，有看到一寡证据，认为威尔逊可能是第一时间找到囡仔，而且佫陪伫咧囡仔的身躯边。除了附近有狗的脚印，根据囡仔送互军方的图，因内边有画河。Chiuna y Wilson. Yo considero que se debe buscar a Wilson de manera prioritaria y usar los recursos que sean necesarios porque él cumplió con una labor muy hermosa que fue encontrar a los niños. 军方讲绝对袂放杀跋倒的战友，有民众伫咧家己家的门口打大字报，推特内面也出现一寡标题是为威尔逊加油，也个威尔逊是国家英雄。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美国连续升利息10届，咧来压通膨，不过好亲像已经有效果啊。这5月物价指数是2年来上介低，所以讲市场是预计可能会暂停使用利息，这美国就随大起价。美国拜日是来一个庆祝的行情，3大指数拢起，其中标普500含纳斯达克指数是拢创1年来的新高，尾盘是大起1.15个百分点。原因是美国劳工部公布5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1年增加4%，毋但比预期的更较低，而且是创2年来的新低，表示讲通货膨胀是咧降温，会当主动起利息。The inflation number turned up at pretty much half of what it was exactly a year ago. So the optimism is that we're on the right track to beat inflation, and that the Fed will likely pause on hiking interest rates, which is what they pretty much said they would do anyway.
受到疫情和俄罗战争的影响，美国通膨去年6月是创40年来的新高，来到9.1%。联准会连续10摆是起利息起价，嘛，互各界拢烦恼经济衰退，即嘛通膨数字降啊，总算互专家松一口气。暗算明仔载联准会利率决策会议决定暂停起利息的可能性真悬。不过除了变动较大的能源和食品价数，美国核心 CPI 的年增率同款是伫5.3%。联准会官员之前讲无排除后半年同款会起利息。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即阵网络影音平台真时行，所以有一寡电视集团是愈来愈看重网络这块，放掉有线电视。亲像迪士尼集团伫咧台湾的11个频道，就拢要退出台湾的电视台。亲像卫视电影台、国家地理频道，以后就拢看袂到啊。电视开开来看古装剧也是综艺节目，拢会当伫个卫视中文台来看到。假使讲若是要看到其他国家的野生生态，嘛有部分的民众会选择国家地理频道，不如个迪士尼集团13，因说咧讲，传出讲要伫个年底进前，旗下11个频道拢要退出台湾的市场。迪士尼它调整它的一个资源，把重兵放在它的一个 OTT 的一个平台 Disney Plus 上面。其实我觉得确实有资源配置的一个策略或者是战略上的一个考量。学者认为讲，受到观众群因收看电视的关系，对被动收看甲改做主动选取，加上串流平台当咧来争做观众收视的主流，这必须迪士尼集团固不集中，都爱定性调整资源的分配，要甲这个重心甲转去串流平台。根据了解，亲像国家地理频道、关卫节、野生频道这3个频道，因干那要做到9月底，也那卫视中文台拢总有8个频道，干那要做到年底。NCC 正是讲有接到业者来提出申请要结束营业，表示讲真遗憾甲尊重。也那台湾的有线宽频产业协会是建议讲 NCC 应该要适当来放领法规。为什么相同服务，我们传统的有线电视平台却需要受到远较 OTT 平台更严格的规管，而使得在我们这个平台上上架的这些频道，它根本没有办法生存。我认为它应该做法规的松绑。协会讲，串流平台的影音输出甲比之传统的电视无受到法规的限制，因的题目取材的跨度较宽，建议 NCC 就爱来放领电视法规，若无未来恐惊讲抑阁有频道会退出台湾的市场。记者综合报道。电动车未来一定会渐渐取代加油的车，不过这充电就是阻碍电动车发展真重要的原因。所以讲，即阵英国一间新创企业奈伯特，就研发一款讲6分钟就会当充饱的电池，会当驶250公里。电视空间内底，这只真适胖的超级跑车，向一个看甲真出名的牌子 Lotus 真相像。事实上，研发超快速充电科技的英国新创企业奈伯特，就是用小可改装过 Lotus 跑车，制作新科技的电视平台。印度的创业执行长施瓦瑞迪。找有化工教授背景的克莱尔格雷，做伙找出会当兼顾快速充电、重量轻，而且车会当驶距离符合需求的电池化合物。另外，电池内部的结构设计嘛是关键。At the heart of our battery are new anode materials that sit on the negative electrode in a battery, so positive electrode and a negative electrode. So they sit on the negative electrode and take in lithium ions 10 times faster than what's possible. 目前市面上咧卖电动车，无论是倒一个牌子，除了价格较贵，消费者拢爱伫咧充电时间的长短，还佫有车辆巡航的距离之间做选择。若是想要互车会当走较远咧，就要甲电池做较大粒咧。那安尼充电的时间就要45分，甚至是1点钟以上。产业分析师认为讲，奈伯特公司这款概念车若是会当实现，对电动车的产业会是重要的路站比。There are 3 major challenges to electric car uptake: the cost of the vehicle, the charging infrastructure, and then the worry about the range. Now, potentially, this takes out at least 2 of those 3 by providing really quick charging, and therefore reducing your worries about the range as a result. 250公里巡航的距离，甲其他市面上现有的电动车500-600公里来比，也是差伤远。而且电动车因为安尼，嘛以碳纤维的车身来取代十钱的钣金。安尼嘛会造成安全性的疑虑。
当然，电动车的介绍，甲共款规价食汽油甲柴油的车来比，是加真贵，这也是汽车产业未来爱解决的问题。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咱即马逐工拢会看到 AI 又具有啥物新能力，这发展的速度有够紧，嘛，互真侪人开始惊吓，讲这电影内底 AI 取代人类情景真正发生。根据路透社民调显示，美国是有60%人对 AI 发展真做心。ChatGPT 若是人斗相共查资料、写文章加产生程式码，美国史丹佛大学的学生也佫用伊来做即时的沟通工具。伫日常的对话、会议或者是面试时阵，若问题未晓，挂即种连目的 AR 扩增实境目镜，会让随知影答案。What are your weaknesses? My greatest weakness is that I can get too focused on the details of a problem and find it difficult to take a step back and see the bigger picture. 2022年11月 ，OpenAI 公司的 ChatGPT 正式启用，生成式 AI 的应用领域就此开始。因过其实咱的生活中早就有 AI， 包括 Google 翻译、线上音乐，依照用户的使用习惯，形成一个播放清单，一个自动驾驶的技术。ChatGPT 的出现，互咱了解到 AI 无过但是一个未来的学术名词。伫咧学安怎使用这个工具的时阵，有人开始怀疑 AI 的智慧是毋是有可能超过人类，电脑来控制人类。 If that's the case, then maybe quite soon they'll be better than us. 捌伫咧 Google 做10年，要甲工作辞掉的 AI 高乎星顿，伊讲 AI 经过学习加进化，建构出解决问题、思考逻辑能力，是人类上大威胁。除了担心 AI 以后的发展，现主持就一个 AI 即马出现的问题。The more general ability of these models to manipulate, to persuade, to provide sort of one-on-one. Interactive disinformation. AI 用无经过同意加无经过确认的网络的资讯，产生唔知影是真的也假的影像加文字，进一步影响社会议题一个错方向。譬如讲选举加军事行动 ，AI 改变生活是已经无法度避免的趋势。伫咧担心 AI 会毁灭文明社会的时阵，人类就要先思考安怎避免卖互 AI 边缘化。除了立法监管 AI 的发展加应用，同时也会透过媒体的建构一个教育，培养加 AI 共存的想法加意识。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关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